不应对自家老婆称为老娘，那叫老娘的所得于老娘说。这些人称老母，告诉老母这么娘哪弄法？负责人叫高小，高过来最小还不面对。后责人叫各挂党卡。一来是做卡人或是指人，所以你收罪人定好，叫家治部，一家治个老婆平等。当然一两年说起来，这个你窝里想，你女个，你男人为两我这个为个说不出，但两位张高刚人对老婆的称呼啊。没响亮，忙上与唐僧理直气壮，叫我里唐娘娘。今这个唐娘娘是你心里想个知故，丈夫姓白，你自家姓王。有人叫你白唐娘娘，还有人叫你王唐娘娘。不是白唐谁是王唐地带地改。其实唐娘娘身上像五不唐，只有黑臭。辣啥意思？刚黑乌黑绿绿，龙龙手叽叽棒棒，辣花花。咱刚刚是里向有点鲜明气。最近唐娘娘因为房子拆迁，刚刚从乡下搬到张家港市街区，住进新房子，开心得不得了。老里写的12天分满，今在大年夜，这唐娘娘的口头吃得了不头不咸。做啥么？就说头进来这一个跟斗。从楼梯上想滚下来呀，当场昏厥。邻居的一个邻居看见，努力及时送医院。经过检查，余家的脚口和骨折，身体其他部位是没问题。一番上牙包扎处理过后，现在个人忘了平常浪向，想来想去想不通，哪还会从楼梯上想滚下来？哦，有人暗示我，背推我。那么自从搬进新房子之后，大家被邻居388弄得不开心。我也了让我的出口墙头上想开水门，也想开杯3点，3点外快。老里现在个懒懒坚决反对，非应到社区来阻止我，弄得我面子很白。所以我墙头上想开门嘛，眼上里啥意？阿伟搿只烂死人，来让背推我的推呀！另外一个女人今朝我有点心不在焉，回来回去昨日夜里想到老公大菜想我，老公还非对我墙头浪向开门。你讲，这个是破坏环境，妨碍落户，这个还是乱建乱打。稀奇，自家老公哪去帮外头人？阿伟还是这个388从中铁杆，把老公踩得哪里滚，人杀气特着，天不亮，老公人不见。现在想想他有点吓出来的呀！我当时是哈哈里的呀，比龙家人真假，说句心里话，这个老公我是欢喜的呀。那么阿伟菜子一压天，家里不来，所以在楼梯上想滚下来，说是不为怪。一压天不困嘛，这位头里发昏，让家里还会问个你。那么到底哪行滚下来？等待家孩子之后，我一定要去说说清爽。是个真个女人暗示我们，哼！我不会放你狗门的，我也欣赏你的。在那个辰光，平房啊是有一个大山头来让奔进来。16岁，唐娘娘的儿子叫囡囡，生得大腿肚呢，大耳朵，大不腿，大嘴巴，大眼睛。最前面那个小师了，现在不来了。啥道理嘛？自家晓得眼睛小，别想大眼睛做啥？父母俩听说世界个书本来小800人说，现在没办法了，让自家说。小学3年级到初中乡，1岁好生，有口交班，人人称赞，奔进来，搿上个天，后辣子出来，不得两个身半边啊！妈，那位好人啊！再让你看见还是蛮好，你让人家。囡啊，不要急，不要急！哎，妈刚刚没先叫我断气，现在没分开了哩。那定心，放心啊，
放心，搿么隔壁388那个家头特这样，那辈子吃家妈妈难弄法呢？李只老家眼么这真不好呀！我觉这么讲，我家头他才是个疯批，我本来要分家开了。妈，你非搿样一开口就骂人不喊388刚来搿个家头了，其实大骨子是一样的意思呀。哪能啦？啊，那哪吃得我搿边包外的人家？难道家里当了都爸一样个？比不叫俺为么收拾呢？哦哟，比不上我为是我水头菜，不过现在妈那个交代了我为，好在没良心个，回去开，来天上开侦查扣，下人让二岁人都嘛，阿为这个狗子老将哎，真是了老害我。其实现在到屋里向上2一笔水账，今朝再让成都里的辰光。但是爸爸对自家说：“阿奴啊，昨日夜里向我们夫妻都相互，回来回去5多娘也辣让车库墙头半边开动，开自动车啥开门。爸爸坚决反对，那么用得了离婚的下一意思。于是来3爸爸赶得来5多娘的个跟到眼不眼，送到医院里，所有经过情况一说。”爸爸做出决定，对自家说：“谁去不到医院去，阿奴也来去。你都娘样样才还随偷三的。哎呀，渔村人我真的不文明。只要给一个机会，奴啊，来去开导你都娘。是不是？侬现在胸有成竹，妈，我担心问题，你何来做啥？我无来啊，我但是大娘娘说不出为啥。那他们都进来再出门，为自己搭地盘，地盘范围是不大，随着让楼梯周围一只角，那么在大里楼梯上下周围区侪是公用之地，必须畅通。但是大娘娘也想抢个只角，方法蛮便当，随了让周围区放一只纸箱子，里向平平滚滚、拉实实、塌塌铺放了让，啥讲别人谁不敢随便移动。谁是不了人家都他妈哈发口水，放了让500人旁搿只角，谁是我大娘娘的角？这个名堂随即40位置，杀人几人自杀。罗里写的，箱子刚刚放下，人立起身来，好像吃醉酒一样，楼梯上想昏下去呀。那么现在对儿子讲，都进来再出门，为自己搭地盘，但有点看我，所以张口接着，我那是不是吧？阿拉哪位人子话，妈，哪位水中？小巨的。哎，我晓得个一塌瓜子，你动起来着，也想去抢地方阿伯。嘘，亲弟，那大家来聪明很。我真的弄不懂。后天上想去抢砸锅门，你想做啥？搭只床，还搭只机口，搭只床不顶多困一只夹子头，搭机口不你想补3机啊？搿楼梯嘛，公共通的，大家谁呀？上下大家谁这样来去抢砸锅么？个楼梯不能摆走啊！碰着后再是一场大火灾，妈，你到底下了呢？哪了？啊，哎，一个嘛，妈不开90嘛，人家也要开90的呀。你个么受教法9、8法9、3到修，乃就是到没那还懂个啦？哦哟，你这个像3大王，啥叫3大王家？谁讲的大王？小出了那讲闲我们不清楚，你吃不要吃啥个法子？我不是说你讲的，谁说你个那个做法不对呀？妈，我背了头，我想今日天子，今朝俺不来，我讲2声，妈来听听歌，你别动气啊，妈。自从插起无心吧，四壁归尽眉飞山，假使是人一代火，年年乘风
奋斗于文上，一家于是大家真亲亲人家亲亲深情。书生人生新农村，家几十几人言，那苏区的今夜身体当苏汉归京，为是年为要人人为奴分明光，这次次地方雷道上，山上弄的喇叭枪，你阿娘枪来不让枪，妈，不是我是来，来了第一。隔壁三宝宝没哈得那长山好，面孔鲜兮兮，那张面孔白白白，一他瓜杀个眼皮，把你两根猴子，跟人家猴子归来做啥？可不归啊！三样物子来了，我讲的嘞，难看不要看。哎呦，三样物子了，你累得这样偷分账嘛？不归来啥子？那么我看归来都爸爸没包子呀。那么你不是我爸爸呀？不是个爸爸。既然嘛，我晓得该，一他瓜子三爸爸没你叫我三岁。插光人心叫他去三子地一定龌龊，三岁三子地嘛总不龌龊的呀。既然爸爸们都叫上体，大王一群，三爸爸们不龌龊，乡邻之间叫来叫去嘛，正常的呀，没啥得了。妈，为了第一天，连日嘛都门外是墙头上去顶三只顶，你做啥？为什么山高头才有块上吊是啥意思呀？瓜头啊！你根本只有那东马是养得出在。门外头墙头浪向顶得顶嘛，好姑姑没事啊。像我一天唱得个谁，说他那么不要领到我离开，地板呀要来他个呀，顶上一股啊是啦。为么个要鱼皮，马在个空袋的，谁好鼓上开关？你根本就叫充分利用空间。啊，懂不啦？那两天是没活动，屋里向弄得够少少，外头躺躺地。晚上落雨天，那份看见把人路过你门口，谁要看一看，不懂贴一贴。给都看地下家，看人家哪会让试试？试，根本给都贴地下家。贴地那个市场门不办法在不多贴一贴。多贴。有个线路贴一贴，一个更多呢。根本我哪能分看见家？可那眼睛都是看看我到要枪砸过门，你哪看得见？你知啊？哎，哪种人在玩？哪家？我自家门外头玩，过点么子，我还要把你家来管我了。那么我等你说了，来到了屋里向是个是方案不人这样还过。这放屁在！我老屋里面随便我走下玩啊！只要我高兴，下你来过家。你得高兴，我们来试试看的。半夜里3点钟，你晚上唱上台舞，人家这样来过来。啥么事啊？我半夜里想唱戏，我要么发气。我自家不要看高个，不是说来唱戏，来电视开得咣咣响，电视里来让唱戏，谁是来了唱戏？唱戏。第三个呢，马来听哈，这样出来车库旁边墙头上一起打洞，社区坚决反对，三宝宝反对，邻居在反对，对啊，你出到社区，弄得大家办公也反对，饭也不吃，你还对哦？那晓得地下来呢，搞了个谁不差？那就搞谁不差？妈妈给咱车铺，才看好地当了位置够啊！回来回去嘛，才是位置呢。那就为我呢？瓜牛啊！阳光社区真阳光。睡了郎家边浪，一边说金陵生态有，一边谁是大马上出来人话真那么，
离去，做心未能看着谁动地，都为那奴来撒下，那家来多大户，里有大西呀，他一个边边只是个大娘娘，谁也懂得去插吧，所以做市长府定呀，心急慌忙是不上。市长为吃通书去做谁呀？爸，不许我开的去不下龙的猫，谁够我生能压杀一块姜？关女啊，嘿，马跟他出苦马出来嘛，总不记得养鸡牛牛啊。狗血满门的无人以后，随便哪行我总归要开给出来。不管三爸爸四爸爸反对，我总归打一份回结果。难道爸爸反对呢？我打给哪里管？要你瞎猜他在。该桩事我晓得。爸爸现在话题同意，但我实在，你现在准备了让社区里向去发射一个，我讲有一个是反枪是对方的阿姨对你没意思了。啊！给都说的夸狠我啊！这类新结构没好，我要发细节给关牛啊！那要跟我讲，我的娘儿子才不开个，那定心，马狗办是要低，开出来这个钞票才是不能够。马准备打街道的队队去联络感情，立个名堂就叫感性队子。那么小头的好出来着。高头落主人面孔漂亮，登登洋洋，人家在海里帅哥，搿马也去搭里投资，搿我们觉得好。马那啥个投资啊？喏，街道里向有个小屋。哦，小娃子啊！那到下你家？我弄错了。哎，光头啊，那还要看人家走几年吧？啊！留下来为几年子屋里向讲点小屋办点事体嘛，好家里点。不。妈妹妹讲，我进门呢，小娃子要请你几岁？你也3万？你呀？哎，我几岁？16岁哇？我16。哎，你叫我16岁，你21岁做几年？你哪想得出？你想家石头上当个官哇？石头上当过，你石头拉水。拉水了，没什么想拉水啊！今啊，下人还能到马擂地上向官屋来，跟你们真正拉水。我到现在莫名其妙，想不通呀。哪行会从擂地上向官屋来？这个弄不懂呀！马在想不通啊！哎，我敢说呢，我才清爽。哦，身边挖张尼龙带出来，里向有只3个病，马难看呢。这只3个病也认得出。你搿么是能到爸爸放机油的小病哇？对关。我放了纸箱一罐。对关。咦，囡囡啊？哎，哪了个谁里向？嘿嘿。妈，我敢说呢，再让你去抢地方，该只病辣辣纸箱里，病该分开好，机油流出来，滴到地浪向，那个叫一打一挖，踩到后天地浪。我是自家丢开个啊！哎，光头啊，恁分了边浪们，恁哪晓得讲？三爸爸看得一清二楚。李家老将哎，你看个丢开，给到没卡哇？这没卡哇，你哪识得这个人？妈，你送到医院去，再看三爸爸。啊，对着你晚上后天地浪向困觉。三爸爸侬我送到医院噶？哎，哎呦，可是真个不好意思噻，不好意思噻。那么给哪能侬我送到医院个家？给海个出走处啊？海不上。那么给海个人？没人。那么给哪能侬我送到医院个家？三爸爸没办法，侬得摆到医院里向。西瓜仔，三养我子，啥时当我吊子一吊啊？不对哇！医院再近嘛，还得有一段路。那个我叫8步5轻的，
我现在本两位不是叫八岁，给哪能跑得动家？不是办不动。三宝宝对我说个，把得半路浪向实在不来，这想弄来领也领不动，想弄来偷也偷不动。原来三宝宝没办法弄来简单有理想。哎呀，那要死夸张，当个铺盖是干几个啊？哎，瓜女啊！哎，三宝宝我这么讲过，哎，我看见是假气。但是丽江事体浪向，我还是蛮感激的个。你还叫小小丽了？为啥讲？三宝宝为之前来了办来真家伙，你自个晓得分量等等讲。三宝宝上年纪长，手指一按，现在养眼里贴三张双杆样。哦，那个医药费还是三宝宝提出来。啊，是真个讲？哎，所以我敢说来，妈，林厉害，三金八，有请不日金陵，位于为啥讲？金香林，认清楚。瓜头啊，那医药媳妇哪里可以听那个讲？一人干个，啥人讲？五指往一干个。哎呦，爸爸讲那个，哎，都可能不出为有海带老板了。哎，那么有心干说那个避免呢？乃么真正来江上来江都不好干，我们眼子上有在，三宝宝你去当听看，大家才晓得我来风来鼓舞来当友，我讲为有嘿嘿，你爸爸适当叫人你为是你了。所去的做都是孩子啊，来年6月、6月才去当义工。你会想着刘体从流浪到下头，你去摸挖一回人，天天在三宝宝看看。非是不一样，那个老西的已经把人门口的，你晓得啥人得来领我去？你每年天才有亲戚过来写他个哇？唯一亲戚过来，才是三宝宝领我去的。为了忙得啥？你自个想想，我就在俺回来着。哎。细细的那个，那个我的个出口墙壁上想开动，说去反对，对个，三宝宝反对，对个，宝宝反对，对个，我现在反对还对个，我接上来，哎，阿姨，你个谁夸张？不还冒还阿姨啊？现在给我等你想问着，宝宝讲个闲话来，但是晓得谁晓得，什么说不出。来讲呀，这过来最哪哈一哪哈，一直到哪哈，那我再说了，妈的，你想想别人对你哪哈，你对别人哪哈，别人现在不哪哈，你偏偏为了哪哈，别人谁让哪哈，你再也不哪哈，你自个想想过，你那一叫不哪哈，一叫哪哈，哪哈一哪哈，你到底啥个意思？你这叫哪会外头哪哈？啊，你可以试试着，哪哈一哪哈，哥哥。有些辰光个大娘娘，只顾到面孔浪向辣花花。那么想啥男人好几趟对自家讲，那个全日去要改改咋，非认为唔啥啥。张家港外头人侪晓得是一个文明城市啊，城市文明嘛，一人讲子文明嘛，搿个城市才是真正的文明啊！你千万别生活张家港影响啊！难道我真个让做不文明的事体？唉，怪不得儿子还让批评我。奴实话，大理山不与我。世上非魂是非分，我的手做手都为自己想。从未考虑索取着大家的，我是全日起去南京，注定先比你懂的挖南京，门啊谁着的，海口也总想灵。我是全日起去南京。马出口扎有心，开
女谁去进那进能在那绿天空间把水声是扎过枪敌营碰得不差我不在心想往上什么个性差一点种下列大后根我不给头下里十分你与邻里针对把气那声梅花胡子与我两边心想好一数为后一出分明风沙是人心怒啦你是哈一声你是哈西声开大妈妈把是非明这一口上来一生是给就给下决心我也在大娘始终来当爹那快点就开！如果啥子这样子的把就开吧。来，这把我多特。哎，门外的这个警察丁给把他给把。三宝宝这个，这个警察丁非要把这。为啥讲？准备过块三个黑板，上头让邻居等人留意，有啥要紧题，大家才可以我帮我手。哎呦，这都觉得想得几多个？哎，三爸爸我这么讲个人都好个呀。还是还干？哎，妈，你还要活力？要干？活力啥？我这个精神文明新风奖啥？奖啥？奖啥？哎呦，把你自由龙天上在，妈晓得在，我这三爸爸真人玩啊！对了，对个。哎呀啊！今朝等我一男真人了，李在玩。那你也做错事啥子呀？今朝等你要玩。等你要玩。哎，那瓜儿子你要不要吃不家？对不起呢，在玩。哦，我忘记得该说呢，三爸爸晓得呢，受伤，你要不来不及走，不要紧。今朝一下子上头50样，唯一一对三夫妻呀，你几家人家头了一头，在了三爸爸屋里向吃都有年夜饭。哎呦，可是那么贵！当然能办个。哎呦，妈也是吃婆婆饭。不记得再叫三爸爸来办你了，笑死了。干什么呢？爸爸来办你。那么我大概有你下天他这样。我们看得着。那么这个去飞桥是个阿姨。谁是呢？八家大娘娘。啊！上人都个大碗啊！这辰光个大仙都叫约了海16岁，这样我娘给他们走通嘛，还有开心的嘞，开心的哪想的？嘿嘿。其实内心里想啥个活动，内心里想但是一直觉得，到红色娘子军打不来过，谁家16岁你才会打了？那么最起码内浪想的啥？我识得给大贴不出来，我让那哈一那哈那哈一那哈。其实呢，大娘娘之言说明2点，让后以所为，千万要注意：一，不能轻看16岁；2，不要看轻60岁。你想一个这样的道理？大娘娘，哎，吃年夜饭在啊，现在是吃夜饭前头在，自然的你也结束在，下头是晚饭前，倾听我打。等你长三好，面孔惨兮兮，那张面孔白白白，一塌瓜子啥个眼皮，把你2根猴子，跟人家猴子乖来做啥？可不乖啊！三样母子来了，我讲的嘞，难看不要看。哎呦，三样母子了，你累得这样偷分账嘛？不乖来啥子？那么我看乖呢，都爸爸没包子呀。那么你不是我爸爸呀？不是个爸爸。其实嘛，我晓得该，
一塌瓜子388没你叫过3岁，察光人心叫得起3子弟调错，3岁3子弟们总不要错的呀。其实爸爸们都叫张体，大王已经388没有事，乡邻之间叫来叫去们正常的呀，没啥得了。妈，为那第2天，连日嘛都们讲是相对上去顶3只顶，你做啥？为什么山高头才预备上点是啥意思呀？瓜头啊，你根本只有那懂我是养得出噻。门外头这样的浪向顶得顶嘛，好姑姑没事哇。像我一天唱得个谁，说他那么不要领到我离开，地板呀要来他个呀，顶上一股啊是啦。为么个要鱼皮，马在个空袋袋，谁好鼓上开关？你根本就叫充分利用空气。懂不啦？那呢，其实没活动，屋里向弄得够少少，外头躺躺的。晚上落雨天，那份看见把人路过你门口，谁要看一看，不懂贴一贴。这都看点下家，看看人家哪会让试，干嘛给都贴点下家？贴的那个市场门不办法才不多贴一贴。多贴。有个线路贴一贴，一个更多呢。根本我哪能分看见家？跟那眼睛都是看看我到要枪砸过门，你哪看得见？你知啊？哎，哪种人在玩？哪家？我自家门外头玩，过点么事，还要把人家来管我啦？那么我等你说了，来到了屋里向，如果是妨碍别人这样还过，这放屁在！我老屋里面随便我走下玩啊！只要我高兴，下你来顾家。你得高兴，我们来试试看的。半夜里3点钟，你晚上唱上台模，人家这样来过来。啥么事啊？我半夜里想唱戏，我要么发气。我自家不要看高个，不是生来唱戏，连电视开得咣咣响，电视里来让唱戏，谁是来了唱戏？唱戏。第3天呢，马来听哈，这样出来车库旁边相对上一起打洞，社区坚决反对，388反对，邻居在反对，对啊，你出得社区，弄得大家办公也反对，反而不吃，两对了。那晓得底下来呢，搞了个谁不差？那就搞谁不差？妈妈给咱车铺，才看好地当了位置够啊！回来回去嘛，才是位置呢。那就为我呢？瓜奴啊！妈不开90嘛，人家也要开90的呀。你搿么受教法9、8法9、3、9、3到修，南9是到没哪懂个啦？哦哟，那这个像3大王，啥叫3大王家？谁讲的大王？笑出了那讲闲话，我们不清楚，那吃不要吃啥个话噻？我不是说那就讲的，谁说那个让个做法不对的呀？妈，我背了头，我想今日天生，今朝俺不来，我讲2声，妈来听听歌，你别动气啊，妈。始终插起无心吧，四壁归真美飞山，假使是世人一代火，年年乘风奋斗于文上，一家于是大家真亲亲人家亲亲生亲。书人人生新农村，家几十几人呀，那苏区一经也身体当，苏汉归真为是年为要，将人人为奴分明光。这次地方雷道上
常常用的老包枪，妈你阿娘枪来不让枪，妈，不是我是来，来了第一，隔壁三爸爸没喊，不应对自家老婆称为老娘，那叫老娘你说等于老娘说。这些人吃老母，搞做老母这么娘哪弄法？负责人叫搞小，搞过来最小还不面对。后责人叫各挂党卡，一来是做卡人不是指人，所以你收罪人定好，叫搞支部。一家治个老婆平等，当然一两年说起来，你屋里想，你女个，你男人，为了我为个说不出。但两位张高刚人对老婆的称呼没响亮，忙上与唐僧理直气壮。叫我里唐娘娘，今这个唐娘娘是你势里向个知国，丈夫姓白的自家姓王，有人家的白唐娘娘，还有人家的王唐娘娘，不是白唐谁是王唐地带地改。其实唐娘娘身上像五不唐，只有咸、臭、辣，啥意思？刚海话海绿绿，隆隆手叽叽，棒棒辣花花。咱刚刚是里向有点三名气。最近唐娘娘因为房子拆迁，刚刚从乡下搬到张家港市街区，住进新房子，开心得不得了。老里写的11天也分满，今在大年呀，搿唐娘娘的口头吃得了不头不咸。做啥么？就啥头进来这一个跟斗，从楼梯上向滚下来呀，当场昏厥。营区的一个邻居看见，哪里就是送医院，经过检查。余家的接口和骨折，身体其他部位是没问题。一番上牙包扎视力够后，现在个人忘了平常浪向，想来想去想不通，哪还会从楼梯上向滚下来？哦，有人暗示我，背推我。那么自从搬进新房子之后，大家被邻居3爸爸弄得不开心。我也了让我的出口巷头浪向开水门。也想开杯3点，3点外快，老里写了个懒懒坚决反对，反映到社区来阻止我，弄得我面子很白。事实我巷头浪向开门嘛，眼啥里啥意？阿为搿只烂死人，辣浪背推我的推呀！另外一个女人今朝我有点心不在焉，回来回去昨日夜里向得老公大菜相和，老公还反对我巷头浪向开门，你讲。这个是破坏环境，妨碍落户，这个还是乱建乱打。稀奇，自家老公拿去帮外头人，阿伟还是这个3爸爸从中贴家，把老公踩得哪里滚，人杀气特着，天不亮，老公人不见，现在想想他有点吓出来的呀。我当时是哈哈里的呀，给龙家人真假，说句心里话。这个老公我是呼吸的呀，那么阿伟菜子一压天，家里不来，所以在楼梯上向滚下来，说是不为怪，一压天不困嘛，这位头里发昏，让家里还会问个你，那么到底哪行滚下来？等到家好子之后，我一定要去查查清爽，是个真个女人暗示我们，哼，我不会放你狗门的。我也心上里改。这那个辰光，平房啊是有个大山头辣浪奔进来。16岁，唐娘娘的儿子叫囡囡，生得大腿肚呢，大耳朵，大不腿，大嘴巴，大眼睛。最前面那个小死了，现在不来着。啥道理嘛？自家晓得眼睛小，别想大眼睛做啥？父母俩听从世界的书，本来小800人说，现在500办法了让自家说。
小3年级到初中乡13好生，有口交杯，人人称赞，奔进来搿上个天，后浪子出来，不得两个身半边啊！妈，那位好人啊！这样的看起还是蛮黑，没让人家。哇囡啊，不要急，不要急。哎，妈刚刚没先叫我断气，现在没分眼了哩。那定心，放心啊，放心。搿么隔壁388说那个家头特这样，那辈子吃家妈么难弄法呢？李只老家眼么这真不好呀！我觉这么讲，我家头他才3个疯批，我本来要分家开了。妈，你非得咱一开口就骂人不嗨的。388刚来搿个家头了，其实他骨子是一样的意思呀。哪能啦？啊，那哪吃得我搿边包外的人家？难道家里当了都包包一样的？比不叫俺为么收拾呢？哦哟，比不上我为是我水头子，不过现在妈，那个交代了3位，好在，没良心个，回去看，来天上看侦查看，下日让2岁人都嘛，阿为这个狗子老将哎，真是了老害我。其实现在到比你想上2一笔水涨，今朝再让成都里的辰光了。但是爸爸对自家说：“阿奴啊，昨日夜里向我们夫妻都相互，回来回去你多娘也辣让车库墙头不必开动，开自动车啥开门？爸爸坚决反对，那么用得了离婚的下言意思。于是来388过得来你多娘的个跟到眼风眼送到医院里，所有经过情况一说。”爸爸做出决断，对自家说：“谁欺负到医院去，阿奴也来去。你都娘样样才好，谁偷三的？哎呀，渔村人我真的不文明。只要给一个机会，囡囡啊，来去开导你多娘。是不是侬现在胸有成竹？妈，老担心问题，你何来做啥？我无来啊，我但是大娘娘说不出为啥。”那他们都进来再出门，为自己搭地盘，地盘范围是不大，随着让楼梯周围一只角，那么在大里楼梯上下周围处侪是公用之地，必须畅通。但是大娘娘也想抢个只角，方法蛮便当，随着让周围处放一只纸箱子，里向平平滚滚、拉拉实实、塌塌铺放了让，啥讲别人谁不敢随便移动。谁是不能人家多他妈哈发口水，放了让500人旁搿只角，谁是我大娘娘的角？这个名堂随见40位置，杀人几人自杀。罗里写的，箱子刚刚放好，人立起身来，好像吃醉酒一样，楼梯上想滚下去呀。那么现在对儿子讲，都进来再出门，为自己搭地盘，在原地看我，所以张口即是我那是不是吧？阿拉哪位人子哇？妈，哪位水中？小巨的。哎，我晓得个一塌瓜子，那动亲来着，也想去抢地方阿伯。嘘，亲爹，那大家来聪明啊！我真的弄不懂啊！后天上想去抢只国门，你想做啥？搭只床，还搭只机口，搭只床么顶多困一只夹子头，搭机口么你想补3机啊？搿楼梯么公共通的，大家谁呀？上下大家谁这样来去抢只过么？个楼梯不能摆着玩，碰着后再是一场大胡子。妈，你那东西下来呢？哪来？啊，哎，一个么？搭只床么顶多困一只夹子头，搭机口么你想补3机啊？搿楼梯么公共通的，大家谁呀？上下大家谁这样来去抢只过么？个楼梯不能摆着玩，碰着后再是一场大胡子。妈，你那东西下来呢？哪来？啊，哎，一个嘛，妈不开90嘛，人家也要开90的呀。你个么受教法9、8法9、3到修，每90到每那还懂个啦？哦哟，你这个像3大王，啥叫3大王家？谁讲的大王？小出了那讲闲话，我们不清楚，那吃不要吃啥个话子？我不是说你讲的，谁说你个那个做法不对呀？妈，我背了头，我想今日天子，今朝俺不来，我讲2声，妈来听听歌，你别动气啊，妈。
中插起无心吧，四壁归尽眉飞山，假使是昔日一代火，年年乘风奋斗于文上，一家于是大家真亲亲人家亲亲生亲，书人人生新农村，家几十几人言，那苏区一经也身体大，苏汉归真为是年为要，将人人为奴分明光。此地方雷道上，山上弄得喇叭枪，妈来阿将枪来不将枪，妈不是我是来，来了第一次，隔壁三宝宝没还等你长山好，面孔笑嘻嘻，脸张面孔白白白。一他瓜杀个眼皮，把你两根猴子，跟人家猴子关来做啥？可不关啊！三样物子来了，我讲的嘞，难看不要看。哎呦，三样物子了，你累得这样偷分账嘛？不关你啥事？那么我看关那都爸爸没包子呀。那么你不是我爸爸呀？不是个爸爸。其实嘛，我晓得该一他瓜子三爸爸没你叫我三岁，插光人心叫得起三子弟一定龌龊，三岁三子弟嘛总不龌龊。其实爸爸们都叫上天，大王已经三爸爸没被我生，乡邻之间叫来叫去嘛，正常的呀，没啥得了。妈，为了第一天，连日嘛都门外是墙头上去钉三只钉，你做啥？为是你山高头才有块上吊是啥意思呀？瓜头啊，你根本只有那东马想得出在。门外头墙头浪向钉的钉嘛，好姑姑没事哇。像我一天唱得个谁，说他那么不要领到我离开，地板呀要来他个呀，顶上一股啊是啦。为么个要鱼皮，马在个空袋的，谁好鼓上开关？你根本就叫充分利用空气啊，懂不啦？那其实没外动，屋里向弄得够少少，外头烫烫的。晚上落雨天，那份看见把人路过你门口，谁要看一看，不懂贴一贴，这都看点下家。看看人家哪会让试试，干嘛给都贴点下家？贴的那个市场门没办法再不多贴一贴，多贴。有个线路贴一贴，一个更多呢。根本我哪能分看见家？可你眼睛都是看看我到要枪砸过门，你哪看得见？你知啊？哎，哪种人在玩？哪家？我自家门外头玩，过点么事，我还要把人家来管我啦。那么我等你说了，来到了屋里向是个是方也不人这样还过。这放屁在！我老屋里面随便我走下玩啊！只要我高兴，下你来过家。你得高兴，我们来试试看的。半夜里3点钟，你晚上唱上台舞，人家这样来过来。啥么事啊？我半夜里想唱戏，我要么发气，我自家不要看高个。不是说来唱戏，连电视开得咣咣响，电视里来让唱戏，谁是来了唱戏？唱戏。第3件呢，马来听哈。这样出来，车库旁边墙头上一起打洞，社区坚决反对，三宝宝反对，邻居侪反对，对个。你出得社区，弄得大家办公也反对，饭也不吃，你还对个呢？
那晓得地下来呢，搞了个谁不差？那就搞谁不差？妈妈给咱车铺，才看好地当了位置够啊！回来回去嘛，才是位置呢。那叫为我呢？瓜奴啊！阳光出去真阳光，公家母的睡了郎家逼郎，一边是金陵生态有，一边就是大马上出来人话真那么是里有个不的好地方。我这样出口破香啊，开下地不惜出力迎新娃，离去心未能看着谁动地，都为那奴来撒下，那家来多大户，里有大西呀，他一个边边只是个大娘娘，谁也懂的去插吧，所以做市长府定呀，心急慌忙是不上。16岁，大娘娘的儿子叫囡囡，生得大腿肚呢，大耳朵，大不腿，大嘴巴，大眼睛。最前面那个小事了，现在不来了。上大地嘛，自家晓得眼睛小，边想大眼睛做啥？父母俩听说设计个书本来小800人识，现在500办法了让自家识。小学3年级到初中乡，10岁好生，有口交班，人人称赞，奔进来搿上个天，后浪子出来，不得两个身半边啊！妈，那位好人啊！这两天看见还是蛮黑。你让人家瓜囡囡啊，不要急，不要急。哎，妈刚刚没先叫我断气，现在没分眼了哩。那定心，放心啊，放心。搿么隔壁388生那个家头特这样，那边是吃家妈妈拿弄法呢？李只老家眼么这不好呀！我觉着么讲我家头他才是个疯批，我本来要分家开了。妈，你非得咱一开口就骂人不黑的。388刚来搿个家头了，其实他骨子是一样的意思呀。哪能啦？啊，那哪吃得我搿边包外的人家？难道家里当了都800一样个？比不叫俺为么收拾呢？哦哟，比不上我为是我水头菜，不过现在妈那个交代了12位，好在没良心个，回去开。来天上开侦查看，下人让20岁人都嘛，还为这个狗子老将哎，真是了老害我。其实现在到比你想上2一笔3张，今朝再让成都里的辰光了，但是爸爸对自家说：“阿奴啊，昨日夜里向我们夫妻都相会，回来回去你多娘也辣让车库墙头不必开头，开自动车啥开门？爸爸坚决反对，那么用得了离婚的下言意思。”于是来388过得来，你都娘的个跟到眼不眼，送到医院里，所有经过情况一说，爸爸做出决断，对自家说，谁欺负到医院去，阿奴也来去，你都娘样样才还随偷三的。哎呀，渔村啊，我真的不文明，只要给一个机会，囡囡啊，
你去开单那么多年，是不是侬现在胸有成竹？妈，我担心问题，你何来做啥？我无来啊，我但是大娘娘说不出为啥。那他们都进来再出门，为自己搭地盘，地盘范围是不大，随着让楼梯周围一只角，那么在大里楼梯上下周围区侪是公用之地，必须畅通。但是大娘娘也想抢个只角，方法蛮便当。随了让周围区放一只纸箱子，里向平平滚滚、拉拉实实、踏踏铺放了浪，啥讲别人谁不敢随便移动。谁是不了人家都他妈哈发口水，放了浪500人旁，搿只角，谁是我大娘娘的角？这个名堂随见谁是位置，杀人几人是神。罗里写的，箱子刚刚放下，人立起身来，好像吃醉酒一样，楼梯上想滚下去呀。那么现在对儿子讲，都进来再出门，为自己搭地盘。但有点看我，所以张口接着，我那是不是吧？阿拉哪位人子话？妈，你为谁做？小巨的。哎，我晓得个一塌瓜子，你动起来着，也想去抢地方阿伯。嘘，亲爹，那大家来聪明很。我真的弄不懂啊！后天上想去抢只国门，你想做啥？搭啥床？还搭啥几口？啊！这官都呀，里内他比呀，是专为出通入去做谁呀？爸，不许我开的去不下龙的猫，谁够我是能压杀一块姜？关女啊！哎，马跟他出苦马出来嘛，总不觉得养鸡囡囡哇。狗小妹们我无人以后，随便哪行我总归要开给出来。不管3爸爸4爸爸反对，我总归答应不会结果。难道爸爸反对呢？我答应闹离婚，要你瞎猜他在。该桩事我晓得，爸爸现在无的同意，但我说的，你现在准备了让社区里向去发射一个，我讲有一个。是反腔是对方的阿姨对你没意思嘞啊！给都说的夸狠我啊！这对新结构，没好，我要发喜几个。关牛啊，那要跟我讲，我的娘儿子才不开个，那定心，马狗办是要低，开出来这个钞票才是不能够。马准备打街道的队队去联络感情，立个名堂是叫。感性对子，那么小头的好出来着。高头罗主任面孔漂亮，登登洋洋，人家在海里帅哥。搿妈要去搭的头子，搿我们觉得好。妈那啥个头子啊？喏，街道里向有个小屋。哦，小屋阿姐啊？那到啥人家？我弄错了。哎，光头啊，那还要看人家走几年吧？啊？留下来为几年子屋里向讲点小屋办点事体嘛，好家里点。不，妈没讲，我请问呢，小娃子要请你几岁？你1岁哇？你呀？哎，我几岁？16岁哇？我16。哎，你叫我16岁，你1岁做几年？你哪想得出？比如像家石头上当个官哇？石头上当过，你石头拉水，拉水了，没什么想拉水啊。今啊，下人还能到马楼梯上向官屋来，这个你们真正拉些。我到现在莫名其妙，想不通呀！哪行会从楼梯上向官屋来？这个弄不懂呀！妈才想不通啊！哎，我敢说呢，我才清爽。哦，身边挖张尼龙带出来，里向有只3个瓶，妈难看呢。这只3个瓶也认得出。你搿么是能到爸爸放机油的小瓶哇？对关。我放了纸箱一罐。对关。咦，囡囡啊？哎，哪了个谁里向？嘿嘿，妈我敢说呢，再让你去抢地方，该只瓶辣辣纸箱里，瓶盖分开后，机油流出来，滴到地浪向，那个脚一踏一滑，踩到后天地了。我是自家丢开个啊！哎，光头啊，
那不了比老们能晓得讲？三爸爸看得一清二楚。李泽老讲哎，你看个丢开，给到没看完。没看完，你哪舍得这个人嘛？你送到医院去，再看三爸爸。啊，对着你晚上后天地上向困觉。三爸爸侬没送到医院噶？哎，哎呦，可是真个不好意思噻，不好意思噻。那么给哪能侬没送到医院个家？给海个出走处啊？海不上。那么给海个人？没人。那么给哪能侬没送到医院个家？三爸爸没办法，脑袋摆到医院去。西瓜仔，三养无子，啥时当我吊子一吊啊？不对哇，医院再近嘛，还得有一段路。不应对自家老婆称为老娘，那叫老娘呢，相当于老娘说。这些人称老母，告诉老母这么娘哪还弄法？负责人叫高小，搞过来最小还不苗头。后责人叫各挂党卡。一来是做卡人或是主人，所以你收罪人定好，叫家之部，一家自治个老婆平等。当然一两年说起来，这个你窝里想，你女的，你男人，为了我这个规格说不出，但两位张高刚人对老婆的称呼啊。没响亮，忙上与唐僧理直气壮，叫我李唐娘娘。今这个唐娘娘是你势里向个知国，丈夫姓白的自家姓王，有人叫你白唐娘娘，还有人叫你黄唐娘娘，不是白唐谁是黄唐地带地改。其实唐娘娘身上像五不唐，只有咸、臭、辣，啥意思？讲海话海绿绿，龙龙手叽叽，棒棒辣花花。咱刚刚是里向有点三名气。最近唐娘娘因为房子拆迁，刚刚从乡下搬到张家港市街区，如今新房子开心得不得了。老里写的11天也分满，今在头日呀，这唐娘娘的口头吃得了不头不咸。做啥么？就啥头进来这一个跟斗。从楼梯上向滚下来呀，当场昏厥。邻居的一个邻居看见，努力及时送医院。经过检查，余家的脚口和骨折，身体其他部位是没问题。一番上牙包扎视力够厚，现在的人忘了平常浪向，想来想去想不通，哪还会从楼梯上向滚下来？哦，有人暗算我，背推我。那么自从搬进新房子之后，大家被邻居388弄得不开心。我也了让我的出口墙头上向开手门，也想开杯3点，3点外快。老里写了个懒懒坚决反对，非应到社区来阻止我，弄得我面子很白。所以我墙头上向开门嘛，眼上里下意。阿为搿只烂死人，来让背推我的推呀。另外一个原因，今朝我有点心不在焉，回来回去昨日夜里向得老公大菜想我，老公还非对我墙头浪向开门，你讲，搿个是破坏环境、妨碍落户，搿个还是乱建乱打。稀奇，自家老公哪去帮外头人？阿伟还是搿个388从中铁家，把老公踩得哪里滚，硬杀气特子，天不亮，老公人不见。现在想想他有点吓出来的呀！我当时是哈哈里的呀，比龙家人真假，说句心里话，这个老公我是欢喜的呀。那么阿伟菜子一压天，家里不来，所以在楼梯上想滚下来，说是不为怪。一压天不困嘛，这位头里发昏，让家里还会稳个你。那么到底哪行滚下来？等待家孩子之后，我一定要去说说清爽。是个真个女人暗算我们，哼！我不会放你狗门的，我也心上里的。这那个辰光，平房啊是有个大山头来让本身。